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8月1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恒大清盘正在进行中，但是恒大退市已经如约而至8月12日晚，中国恒大公告，公司收到联交所发出的信函，表示基于公司未能满足联交所对其施加的复牌指引中的任何要求，已决定取消公司的上市地位，股份上市的最后一天为2025年8月22号，并将于8月25号上午9点起取消上市地位。中国恒大表示公司无意就上市委员会做出的取消上市地位决定申请复核，也就是说摆烂了，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根据这个济南时报8月13号的消息说，中国恒大发布公告，清盘人以中国恒大的名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针对3名被告展开法律诉讼，即许家印公司前行政总裁夏海军以及公司前首席财务官潘大荣。同时，该诉讼逐步发展至加入其余4名被告，即许家印的配偶或配偶，也就是这个前妻丁玉梅，以及3间与许家印及丁玉梅有关联的实体。在该诉讼中，中国恒大寻求向7名被告收回2017年12月3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各财年度的财务报表中被声称为误报所支付的股息以及酬金共约6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27亿。据每日经济新闻此前报道，6月14日，夏海军名下位于香港一间顶层复式豪宅已被售出，转让价格为8200万港元，亏损7800万港元，离场，贬值近50%。许家印、丁玉梅在香港的多处豪宅已经被债权机构或公司接管。许家印及其关联人士共持有3处豪宅，分别是不离境10号 C 屋、10号 B 屋以及 E 屋。就是前一阵子咱们不是报道了吗？这个房子还被许家印往下挖了很多这个违建呢，后面还盖了违建。5月21日，香港市场消息，许家印被中国建设银行接管的不离境10号 B 屋以约4.7亿港元售出，与1年多前市场估价相比，降价幅度达4.1亿港元，减值近一半。这个恒大退市这个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是什么预料之外的，它应该是预料之中，因为它还有破产清算的。这里面我们要搞清楚中国恒大和咱们通常说的恒大地产它不是一个事中国恒大指的是它注册在英属威尔金还或者什么地方的然后它在香港上市的这么一个主体，它的主要功能是对吧资本市场运作的。跟中国恒大相关联的还有2家上市公司，一个叫恒大汽车，一个叫恒大物业。那个恒大汽车我估计也蹦跶不了几天了，结局恐怕也是退市唯一有价值的是恒大物业。这个恒大物业穿透下去，那许家印还是大股东，但是很快许家印这个大股东也就叫易主。我们通常所说的恒大地产指的是国内这个恒大在国内的运作都在恒大地产集团下面，然后它在各地有实体，有那个恒大的子公司对吧，或者其他的公司。那么中国恒大退市意味着恒大它这个资本市场这条路就结束了。退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恒大它还是公众公司它股东还是好几十万呢，它这股东里面还有这个日本或者是这个韩国的养老金或者美国的外资都是它股东只不过它的股票不能在二级市场交易，这叫退市。那价值可以等于0吧，接近清零。我们也知道你比如说这个融创爆雷以后因为融创它在香港上市，它那个股票停牌了一段时间，它又复牌了，虽然跌得惨不忍睹但是融创还拿这个股票还融资了，对吧？还增发好歹搞个几十亿，对吧？这虽然是杯水车薪，但是这也是一个渠道就是融资渠道。那中国恒大一退市，也就谈不上任何融资。那债权人要搞清楚，就是你这个债是跟中国恒大产生的，还是跟国内的恒大地产，对吧？恒大地产集团或者恒大其他的子公司产生的有的是国内的恒大地产集团借的钱或者欠的钱由中国恒大担保，应该也有这种情况本来这个中国恒大的清盘人他是拿中国恒大这个平台，对吧？想在这上面怎么样运作，然后能够回来更多的这个破产财产或者是清盘财产，来减轻大家的损失。那目前来看这条路也走不通了，恒大汽车也不值钱，现在就剩一个恒大物业。那么恒大物业很显然它要易主，就是说未来大股东不可能是许老板，
但是大家也知道啊，这个目前啊，这个物业这一块也是冰火两重天。在过去啊，这物业是个好活啊，好行业，因为它旱涝保收，对吧？它是收费的，虽然这个市盈率不高，但是人家是现金奶牛啊，这钱是每月都收啊，每年都收，这个生意非常好，现金流稳定。但是现在有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咱们前几期也说了，这个有时候经济低迷，对吧？这业主啊，有的干脆就不交物业费，有的物业费能拖就拖，更多的业主是希望物业要降物业费，哎，这个地方政府也支持，所以这个物业的活现在不好干了，寒意啊也吹到了物业这块，这是第一个啊，所以很多物业对吧，没办法都撤产了。我伺候不了你，对吧？你们出的钱少，完了要求的事还多，对吧？你比如万科在湖北什么鄂州，人家好多项目他就出了公告，不伺候了。有钱他能不赚吗？还是不赚钱啊？第二个，具体的恒大物业呢，它问题要更严重一点，因为中国恒大欠他140多亿啊，他那140多亿从哪儿来的？有好多恐怕是把这个业主啊20年以后的钱都收了，物业费啊都收到了，对吧？2040年，但是这钱也被恒大给占用了，恒大是没有钱还，那你说恒大物业怎么办？你不能跟业主接着收吧，所以说恒大物业恐怕日子也不太好过，双重打击啊。这个恒大呀，应该2009年上市的，股价最高到32块，现在好像就1毛多吧。这个恒大清盘人啊，叫安迈顾问董事总经理发表首份清盘进展报告，总结18个月工作，也就是1年半以来啊，至今变现非核心资产如子公司股权、学校债券等共20亿港元，不足集团2022年总资产的1%。清盘人表示啊，恒大业务繁杂，收回资产有挑战，清盘案价值不明，无法就债款摊还预期提供指引。这个中国恒大啊，市值一度超过4000亿港元，成为这个世界500强。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但徐老板啊，一边蹬缝纫机，对吧？一边通过电视啊，看到中国恒大退市，面无表情啊，脚下的这个缝纫机啊转得更快。徐老板想起了当年啊，他这个8个缸4个盖子耍的也跟这个缝纫机的轮子一样快，可惜啊，后来缸越来越多，盖子越来越少，终究啊盖不住了。中国恒大爆雷啊！大家有没有为胡氏的股民啊捏了一把汗？就中国恒大这样的企业，2018年对吧？他要借壳深圳房，要回归 A 股，对吧？要为 A 股的金融消费者要谋福利。幸好啊，监管部门火眼金睛啊，把他挡住了。如果他回到 A 股，那有多少万个这个金融消费者彻夜难眠呢？所以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啊，一个这个香港资本市场他们会怎么处理中国恒大？这个恒大一爆雷的那一天，应该第2天我就说了，恒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是审计机构应该出来走2步。我记得叫罗宾贤永道，实际上就是普华永道在香港的分支机构。你给人家出的是2020年的年报，对吧？是标准报告，也就是说它的可持续经营能力没有问题。但是3个月以后它就爆雷了，因为缺钱。这个作为审计机构，你没有办法解释啊，你难辞其咎。我记得后来香港的主管部门是吧，什么这个财会局啊，对这个罗宾贤永道也立案了，但是后来查成什么样咱也不知道。那现在问题来了啊，这个中国证监会啊，对恒大地产集团，对吧？它的这个财务造假，恒大地产集团它不是在湖市发债吗？发债它的审计机构叫普华永道，哎，查出来它好像是虚增这个营业收入几千亿啊，虚增利润也是几百亿，然后为此对吧，对恒大地产集团处罚，对普华永道进行了处罚。那香港这边对罗宾贤永道好像还没有动静，这个值得关注啊，也看怎么处理它。第二个，那个中国恒大的股东里面有很多外资啊，也就是这个日本的养老金，对吧？还有美国的都是养老金啊，那他们难道不索赔吗？这是个看点啊，他们会不会在香港起诉？哎，许家印起诉中国恒大，起诉罗宾贤永道，再起诉，甚至起诉啊港交所都有可能。哎，这个值得关注。我想这些国际这个投资机构啊，他们不可能就这么善罢甘休啊，是不是由内地的金融消费者绕道，对吧？想尽一切办法，哎，跑到香港，然后再去买这个中国恒大的股票，这种不太清楚有多少啊？这个属于叫什么？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偏进来，对吧？你属于自投罗网，那没办法，只能是遗憾了。至于像刘卵雄这个大佬在中国恒大上面赔了100亿，他是愿赌服输啊，哎，他不仅不告这个中国恒大，他还说了他也不埋怨徐老板，
吧？埋怨也没用。那我简单的说啊，中国恒大退市，它跟国内的恒大地产集团这个影响不是十分的大，但你不能说没有影响啊。那国内的恒大地产集团它主要是保交楼，那当然了，它也有很多债权人，对吧？它的负债是2万亿啊，它欠银行的钱，欠供应商的钱，欠那个恒大理财的钱，欠职工工资，甚至还欠地方政府的土地，还欠税。那它在国内这些负债都是国内的这些主体，他们分别承担。那个中国恒大顶多是担保啊，这是我的理解啊。所以这个中国恒大退市呢，它对国内的恒大呢，影响不是太大。国内的恒大现在目前就一个任务嘛，就是保交楼。但一个韭菜啊，买了恒大的烂尾楼之后，那叫欲哭无泪啊。关于买到烂尾楼啊，那比股民要惨。股民你是愿赌服输，买到烂尾楼的那才叫耗时耗力，旷日持久，一直把你拖得精疲力尽，叫真正的啊没脾气。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西安的烂尾楼，大家看视频。那些花光积蓄买到烂尾楼的人究竟有多绝望？我买房10年了，为啥我怎么去活呀？在这个房子上，我们是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老人闭眼的时候都没等上个房子。有人奋斗几十年，有了温暖的新家；有人耗尽一生，却被困在了烂尾楼里。这就是西安烂尾楼业主的真实生活。2013年5月，他在西安灞桥区买了一个房子，开发商承诺2015年6月交房。当初买房的时候，儿子还在奶奶的背上背着，按照他的计划，等开发商交房的时候，儿子正好上小学，有了自己的房子，也就有了归属感。一家人满心欢喜地期待着新生活的开始。然而等到了交房日期，开发商不仅没有按时交房，反而越等越没有动静，直到2016年彻底烂尾，这让绝大多数业主陷入了绝望。虽然复工遥遥无期，但银行的贷款却要按时交还，再加上3年特殊时期收入降低，许多业主为了降低生活成本，同时也为了不让自己辛苦买的房子荒废，他们只好搬进这个复工无望的烂尾楼。虽然这里既没水又没电还没电梯，但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了。当初买房的时候，孩子还在大人的背上，如今孩子都上初中了，房子依旧还在烂尾。这位业主的收入并不高，每个月的收入除了还房贷还要维持家庭生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甚至平时买菜都要精打细算。一个月也就2-3千块钱，一两千块钱，你说够干不上。所以说吃的这些喝的也就凑合着能吃能喝就可以。基本上吃的东西只要有这些有馍有面条就可以了。老太太说只要有这些东西1日3餐他就够了，他不要求你买什么菜呀啥的，一天买点，这是我过来买点青菜，平时回来你要让他自己的话，就一口馍炖点土豆，这就是他的餐，这就是他的饭。本打算买了新房后接自己的父母过来享享清福，没想到自从有了这个房子，二老每天都跟着自己受罪，甚至老父亲直到去世也没等到这个房子交工。一想到这些，他就忍不住流泪。历史长河中的每一粒尘埃落到普通人头上都是一座大山。由于毛坯房里没水没电，就连上厕所都是个大问题。小事还可以在家里找个桶解决，大事就要跑到楼下的公厕。67岁的李阿姨住在13层，每天都要爬上爬下4、5趟。对于一个67岁的老人来说，这可是个不小的挑战。晚上他只能使用太阳能灯来照明，即便调到最大亮度，整个屋子依然很黑。和他们有同样遭遇的还有曹大姐一家。2011年，他用多年的积蓄交了首付，本以为生活能有个新的开始，没想到项目烂尾，彻底让他陷入了绝望。没技术没文化的他只能在饭店打工，每个月只有2800的工资，但2500都要用来还房贷，还有每周给女儿200块作为生活费。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都需要钱，夫妻俩打拼了半辈子买的新房，不但没带来希望，反而把他们拖入了另一个深渊。只要有时间，同病相怜的业主们就聚在一起做饭。眼前这位大哥干了一辈子体力活，本打算买个房子给儿子当婚房，没想到现在孙子都出生了，这个房子还在烂尾。他始终无法接受自己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不仅没拿到房子，还欠了一屁股贷款。一想到这些，他就彻夜难眠。虽然房子已经烂尾，但他依然有一种踏实感，即便它再破再烂也是自己的家。对于大人来说，这个房子是一块心病，但对孩子来说，这里却像一个游乐场。业主李科在2016年买了这个房子，当时他和妻子谈恋爱时就看好了这个房子，两家的父母一块筹钱帮他们付的首付。如今他的女儿都已经6岁，这个烂尾的房子却一点进展都没有。对于李科来说，女儿就是他的软肋，
自己再苦再累都能坚持，但他不想让女儿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还好孩子年龄尚小，只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在哪里都会开心。最终经过多方协调，2022年6月该项目终于开始复工，但开发商却向业主索取每平米1800元的续建费，差不多就是20万元。对于这样的要求，很多业主无法接受，他们只能在希望和失望中继续等待。一个普通韭菜、普通牛马，无意中买到烂尾楼怎么办？他们活得有多绝望？这个居然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对吧？多少年就在这个房子里面度过，而解决问题还遥遥无期。我在以前节目说了这个越往后这烂尾楼越不好解决，有2个原因，一个是楼市在下行，楼市下行没有增量资金进来，人家不愿意来接盘，就是大家不想趟这个浑水。你把钱投进去之后，它资产在贬值而且房子还卖不掉，所以说没有办法救。第二个就是到现在还救不了的，那肯定是疑难杂症，对吧？那个问题更多，能救的前2年也救的差不多了，所以留下来的都是顽疾恒大地产它的命运呢，也就是等它保交楼保的差不多了，剩下的估计也保不了了，那么就国内恒大地产就纷纷破产清算，或者是叫整体破产。我想这个恐怕明年吧。实际上其他的几家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要看到好像债务重组成功，还有碧桂园现在正在进行债务重组，都是在延缓最终的结局退市清盘，国内的呢该破产的破产。那么中国恒大退市标志着咱们房地产下行这4年以来，对吧，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什么新的阶段呢？这4年应该叫房地产叫见顶回落，对吧？以恒大暴雷为标志，整个房地产见顶了，回落。这4年一直在回落。这回落的过程中不管是大的开发商还是小的开发商，是不是纷纷暴雷还有几家在硬撑着，不代表它不暴雷它是硬撑。接下来呢，中国恒大一退市之后这又是个标志什么呢？标志就是房地产行业加速出清现在开始了。这个中国恒大又吹响了号角，打响了第一枪。往后你就看到很多房企破产清算退市，叫加速出清。这个过程难免伴随着阵痛。那第二个话题呢，我们聊一聊这个房东税。我看最近这个自媒体还有短视频平台都在推送这个叫房东税这个热度有点像那个强制社保，对吧？说9月1号因为最高法院的这个司法解释，所以说从9月1号开始对吧，大大小小的这个企业小餐馆，对吧，只要你有营业执照的，你都得交社保。然后这个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的关注和热议。那么今天呢，突然出来个房东税，说从9月15号开始，具体咋回事呢？就是说这个不是国家出台这个叫住房租赁条例嘛，从9月15号开始实施。有人把它解读成这就是房东税了。房东税是什么东西呢？它是由一系列的税种组合而成。第一个是什么增值税第二个是房产税，第3个是什么个人所得税，把它加到一起叫房东税。也就是说你租房你要交税了，国家喊你交税。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住房租赁条例这所谓的房东税跟那个社保又不一样。那个社保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强制性的。为什么这么理解实际上这个无论是社保还是房东税，这个十几年前20年就有了，对吧？社保一直要求你要交社保的，劳动法规定的。这个你们俩私下约定企业主和这个员工不管怎么约定，你都是无效的，因为社保是企业和职工他们向国家尽的义务，你把你的钱要交一部分到国家那儿去，这是向国家尽的义务。结果你们俩私下一商量就不给国家交了，你经过国家同意了吗？这是你的义务你跟企业之间商量有什么用这次最高人民法只是把这个又重申了一下。但是为什么说它带有强制性呢？因为这个最高人民法院说了，对吧？你职工只要一举报，不仅把你的社保要给你交上，还得给赔偿，所以这个就加大了这个企业主的这个叫风险，对吧？职工一不高兴跑去一举报，你们不管以前怎么约定的都无效，你老老实帮人家补上，完了这个你还给人补偿，所以这个企业主就担心员工背刺那这个房东税其实也一样这一直就有，但是以前不是大家都没交吗？那这次住房租赁条例是不是就像那个最高院的社保的司法解释一样？其实不是我看了一下这个9月15号即将实施的住房租赁条例，它也没有要求强制备案，也没有说强制交税、追加罚款这些条款，而且它这个税也不是新增的，对吧？然后也没有说在过去的这个基础上怎么样加大征收力度，也没有说你不交我罚你，也没有说他也没有说那个让租客举报，租客要举报了，你没交这个房东税，这国家要求你把房东税给补上，而且你要给租客这个赔偿，没有，所以他这个应该是叫马照跑，舞照跳外甥打灯笼，一切照旧。那它到底是什么个东西呢？实际上这个住房租赁条例它重点说的是第一个要求
出租人需要备案，这个备案也是便于租赁的日后管理，对吧？这个要求你备案，他根本就没有提说让你怎么征缴税费啊，你要征缴税费，你税率是多少啊，对吧？怎么个征法都没有。这也就是说啊，以前是怎么着，现在还是怎么着。第二个，它主要是约定这个住房租赁企业，就是那房屋中介，对吧？这一块它跟个人房东没关系，然后跟这个相关经纪机构的要求跟个人房东也没关系。这个个人房东这个要交钱啊，这法律都写了的，就是你的个人收入要纳税，这没毛病吧？我举个例子吧，对吧？你名下有辆车，你把你这车租出去让别人开，人家一个月给你2000块，那你这个钱要不要交税啊？那车和房子不是一样吗？还有，对吧？你一块手表很漂亮，对吧？名表你租给别人戴，一天收人家400块，或者你漂亮的衣服，对吧？名贵的衣服你租给别人穿，礼服，那这个要不要交税？按照法律这都得交税，但是你不都没交吗？个人房东啊就这样。然后这个你要注意了，你这个住宅和那个商业地产又不一样啊，商业地产你是跑不了的，必须要交税。这是我对这个住房租赁条例的一个看法，也就是9月15号啊，这个跟个人房东其实没什么关系，就是以前怎么样，现在还是怎么样，不要听风就是雨，不要自己在那儿瞎琢磨。但是我们话要说回来，现在对吧？现在这个地方政府都缺钱，卖地收入没有了，地方政府得想尽办法的增加财政收入，他要发工资啊，所以他迟早这一块啊，是不是要收，对吧？那个金税4期不就干这事了吗？他要把你所有的收入都给你卡住，你每一笔收入都要交税，无非就把你这收入放到哪个项目下面。所以大家也不要抱侥幸心理，就这一天会到来的，什么时候到来咱不知道，对吧？你每一份收入都要交税，对吧？你看现在不是在你在国外炒股赚的钱，现在纳税了吗？对吧？打电话通知喊你去补税，是这样的吧？对吧？但是哪一天来咱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啊，如果这一天真到了，如果要收房东税，那么这个对房价那肯定是负面影响，对吧？房价会继续下行。如果这个位置啊，这个地方的房子特别好租，供不应求，那么这个房东税啊，它就会转嫁到租客身上。如果这个地方房子啊供大于求，这房子本来就不好租，那房东税还是房东承担。但不管谁承担，最终影响的都是房价。我记得以前对吧，有人跑到杭州去买老破小，买100万200万的，然后在那算账啊，我这一个月租金多少啊，我这一个月利息多少，我这么一算我还核算，所以我就买这个老破小投资。我说这叫刻舟求剑，都是理想状况。你看这不什么时候给你来个房东税，一个月再多收你1000块，对吧？那个时候你就欲哭无泪啊，砸手上了。所以真要收房东税的话，那肯定对房价是负面的，那还要加速下行。但是现在你也没必要紧张啊，就该来的是要来，但是它不是现在来。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和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